用過好用先至同你分享嘅啫，大家記得早買早享受，通知埋你老豆啊！撲一星期四唔買唔睬你，我都唔明點解咁多人買去上課，老細都要劈價劈到半價咁多。而家呢張 Weibo 嘅多功能健身床，竟然只需要半價1000零蚊你就買到啦，仲平過我哋員工價。我之前仲要買咗張，而家我諗翻都想行。超級無敵健身床真係非常好用嘅，可以調校3個坐位角度同埋6個背靠角度，可以由負30度至到90度咁去調校個座位角度嘅。配合埋你嘅啞鈴嘅話咧，可以鍛鍊到你全身嘅肌肉，幫你連去做 gym 嘅月費都慳翻。如果你想練中空咧，可以將張凳咧校到一個水平嘅角度，咁你就可以練一個中空嘅平板臥推。如果你話想練上空嘅，咁你就可以調校去一個30度嘅角度，就可以練到上斜嘅推胸。而將張凳咧校去下斜嘅話咧，你就可以練埋個下空啦。將張凳校到45度嘅話咧，你可以做一個開踭嘅蛙旋，練你個背肌。如果將佢校到75度嘅話，你都可以做一個肩推嘅動作，可以練埋你個膊頭。啲動作真係多到講都講唔完。張凳降水幾好，同健身室嗰啲完全冇分別嘅。佢仲有2.5寸厚嘅軟墊，健身又好用，當凳坐又好用，真係平靚靚嘅。佢嘅底部仲有手柄同埋滾輪，唔用嘅時候可以方便你推返入房。呢張 Weibo 多功能健身床只需要一個癲價21,288你就買到啦，仲唔快啲嚟買？